金用，逼不得这个轻易帮忙啊！爱给呀龙啊公啊，寄来树苍松啊，全部啊来见啊留啊，有咩子有痛啊！钱呐，家老公，同意啊，来收啊呀，你来了参详。求你来帮忙啊！哈哈哈哈！你要求我帮忙你哦哈！爱此生来饮马来言呐，人讲几世修啊，本意一老树啊，爱冰水呀流啊，你会来。你对呀来爱呀，苦苦该爱求啊，爱相爱梦啊你，莫离呀有啊，小爷啊。求你发发慈悲呀！来看你按才个，咱爱苦苦做个哀求，我看到吼，事出心肝唔盼得，我嘛是一个怜香惜玉嘅人啊，那么安样去呐？爱我帮忙做的，除非用办，你还要叫我讲，我一定答应你。除非你办么？让我做一夜露水的艳阳。有鬼！你那个畜生！爱你就来。小爷。
着恋爱。你看，你这位安茜呐哈，用个太夫小奶奶严重，你今年呐按用个对啊，本少爷对你恩情，你让他讲嘛解呀？讲啊，讲啊，我劝你，我听唔到，你讲嘛个东西我听唔到半句呀？讲啊！我劝你，穷了跟你什么呀？昨天俺是按教给你啦，真好搞真生气。还今日除了你，谁讲你？便家下我出来水甜妹，哼哼，甜妹啊，甜妹，甜妹去用饭。你唔知啊？甜妹半阿妹，买到暗间的戏，改间按做二春烟，佢哋还系佢澎湃呢，叫什么爱咧？我嘅有俩杂啊，众人气，众人衰嘅机会，千世妹，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刘月贵，刘月贵，你那个受伤！我惊吓死啦，很心痛啊！客中言语就民松啊哟，心事救恨啊，用心风啊，暗暗眼泪蒙蒙啊，哎哟。阿妹呀，听讲这个刘父家财万贯，哎，你看呐，第八度哦，同时在金洋财宝，应有办法，怎么发不办呐？是呀，一想起只有数字，根本都唔係真心對我哋，也好咧，無人都呀，錢拿過嚟，安尼以後都唔是再趁便宜錢咧。錯啊，對，佢夾來走。對對對，好，你用啥做嘛东西？冇啊，那有啊，什么东西冇啦，拿我开钱哈，冇啦，拿出来那有，，让我拿出来，冇啦，根本让我都冇拿出来，哎呦，冇啦。拿来，拿来，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，
你怎么有100两元啊？是，莫嘛给人，迄个老人家的。你去吃，你去老妈人吃，佢敢唔係？老刘家家嘅，劉家已經打到愛樣嘅，還再去求佢哋，你阿明說肯定係錢啊！哎呦！我冇用啊垃圾錢。哎呦！那係不得已嘅啊！劉家按客鋪，做乜有100兩按多？你講啊！是，咁咩？你用你的身體去賺個屁用錢嗎？馬哥，你要切記，我真後悔，我最近真後悔，我那時法，我們唔會原諒你。金耀。甜妹被卖到烟花后，现在上工无去下，老爱出神，说来迄甜妹今生个贵人啊！贵人何必客气呢？生意咱免拿金钱帮助爱，
上京做生意，为父今日那就安来奉公呢？啊，老爷夫人啊，你们为师做得人一唱一答，感谢来，安尼感谢去，你唔乜感觉当烦哦？哎呀，是水安样水人头，出卖莫忘本啊！是的，老爷夫人。哎，夫人用盘叹气，还没有上一阿万字呢。想到咱两位好姊妹，佢嘅命运实在坎坷。本想，咱现在嘅日子较好过，想要接济老金用过，向下幸福，来地非常高兴，引起流空，到底记得迄生迄死，我也不知呀。哎呀，夫人，你放心，我要就四次命你打探，那就收拾东家这么回答吧。多谢相公。哎呦，爱来命，好心啊！头家，小姐，小姐，拜托，你搬到前门啊！要我做你开始婆啊！咱来这块，莫装垃圾，我手指都放下。哎呦，小姐啊，同情爱，今日爱无事，拜托搬到前门来啦！什么？拿来。两位有点个钱，你拿去买东西吃。真多钱，真多钱，真啊！咱们前门这个钱，俺没呀！结果你啦！两位太公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本庄的人么？唔为政策，我做财气人。风采这位是刘夫人么？哈，该为晓？是呐，该就挑摆当牌挑个刘夫人啦。奇怪，样板变到安样嘞？哎呦，我介绍本一堂，你就在了解。该刘家无烟事故为戏太火，该好搬家小气了就无名火啊，该好小家了就保庇啊，本去小到死去。该好吹到吹散哦，全部小枪枪，一夫人就会做客食破。嘛该，笑呀笑死了，笑死了。只是富贵如浮云呐。天老上衣，好熟识啊！你讲爸爸，你还是查阿哥要掉灯了哦。阿爸亲，这个是你，爱是什么？这个是你啊！爱是什么？你讲爸爸呢？夫人，你没认错人吗？绝对唔会错。给了阿万姐，亲同姊妹，绝对唔会认错人啊！个小姐，家己做乜个我来疯疯癫癫呢？我老二就讲，佢不点满崖最低，佢讲到了就富人家，十分嘅可怜啊！哈，佢啊，嫁老公啊，本人打到半生死哦，佢为到爱救嫁老公哦，结果本人糟蹋啦。佢转去哦，嫁老公被上山压死去，佢
该哦，佢这书多答记，将会不见的。啊，看样上，佢这个状态怎么变安尼呀？阿万七，不过伊迄风也迄点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，伊迄个儿子。乡人是啥？咱们请最好的个太傅当你一票。